嚟緊咧，我哋會開始講一啲比較 technical 嘅嘢，講3樣其實你唔使睇嘅嘢嘅。第一就係唔係每一個冥王星嘅過運或者 transit 都會即刻有感覺。嗱，呢個唔係心理嘅問題，呢個係技術嘅問題。嗱，因為冥王星行得好慢，佢行一個星座要行15至20年。首先，佢真正影響嘅係一啲長期嘅結構或者人生嘅方向，一啲權力同控制嘅模式。所以嗰個關鍵唔係佢入咗你嗰個星座未，而係首先佢行到你個盤入邊嘅邊一個度數。究竟佢有冇進入你有效嘅容許度 orb 咧？佢有冇掂到你本命盤嘅一啲敏感點呢？嗱，好多時咧，一個冥王星嘅 transit 咧，首先係冇乜感覺，跟住開始出現少少嘅先兆，真定殺到埋身咧，已經係後話啦。所以如果你淨係用星座去睇咧，你一定會覺得話點解而家話有影響，但係我又未覺嘅，只係因為我哋用緊一個太以偏概全嘅睇法。咁我哋之後咧，其實會深入討論究竟角度啊、宮位啊呢啲點樣影響到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感受。第二樣嘢咧，我哋係唔可以用行星同埋星座去估計實質會爆啲咩出嚟。呢一個係最多人會跌入嘅陷阱嚟嘅。無論係冥王星水瓶啦、天王星雙子、海王星同埋土星喺白羊座，都唔係講緊某一件嘅具體事件嘅。因為外行星講嘅從來都係環境同埋條件點樣去改變，而唔係一件事情嘅本身。嗱，雖然星座咧其實永遠都有個範圍嘅，例如白羊座會象徵競爭啦、運動啦、紛爭之類嘅嘢。咁但係因為佢哋象徵嘅事情太多，佢只係俾多個方向同埋環境嘅氛圍你。例如主要係可以講緊一個環境嘅趨勢啦，而唔係一個非常之實質嘅事件。例如我哋唔會話一定會打仗，呢個地方一定會打交，唔會嘅。所以我哋唔可以話呢粒星行到呢一個星座就一定會爆一樣好特定嘅嘢。我哋占星唔係教你預測會發生啲乜嘢事，而係要了解世界嘅趨勢，令你知道你要用乜嘢嘅狀態喺呢一個快速流動嘅系統裏面生存。好啦，第3樣就係風火旺咧，就唔一定對你有利。可能嗰啲風象星座啊、火象星座強嗰啲人咧，就覺得自己旺硬啊、坐定噏六啊咁樣。嗱，呢一點咧，我哋要講清楚嘅。風同火係象徵快啦、變動啦、推動啦，但個問題係快唔等於穩陣，變動又唔等於適合你嘅。如果你本身好依賴穩定嘅架構，好怕失控，啲嘢好需要時間慢慢消化咧，就算你係風象同火象，呢個世代都未必令你舒服。因為就算你風火強咧，只係你嘅屬性比較近似呢一個年代，唔代表你真正識嗰樣嘢咧，或者你嘅生活模式咧就係正正興起或者而家推動緊嘅嘢。例如可能你風象星座好重，文字好叻，但係完全唔識用 AI 嘅，仲係用緊紙同筆嘅，咁就係搞唔掂啦。所以占星唔係用嚟話你聽你應該自我感覺良好，而係話你呢一個節奏同你本命嘅設定夾唔夾。而呢一個夾唔夾咧，就一定要翻去你嘅本命盤去睇嘅。最後啦，最容易令人蕩失路嘅一樣就係過分解讀。嗱，當你同時睇緊冥王星啦、天王星、海王星同土星，再加埋一堆嘅相位，但係冇優先次序，你只係會得到一個結果，就係覺得乜都好似關你事，但係唔知應該點準備。尤其是係海王星。因為海王星咧本身就象徵迷霧啦，而當海王星同土星一齊進入白羊座嘅時候咧，其實意思好簡單，你可能有想實現嘅夢想，但係同時咧你要面對現實嘅限制。再加上如果你過度解讀星盤嘅話咧，結果只會係可能諗多咗、行慢咗，或者更加唔敢行動。所以咧，我哋占星唔係用嚟製造更多嘅選擇，而係幫你判斷邊啲先至係你生命中嘅主線。呢啲咧都好要睇你本身咧有咩傾向，有咩技能同有咩限制。因為呢啲趨勢咧唔係叫你創造一樣由冇變有嘅嘢，最好咧就係本身你有啦或者有興趣嘅嘢咧進一步去落實。即係例如下年木星咧就進入獅子座咁樣啦，咁獅子座象徵浮誇啊、drama 啊、戲劇化啊咁樣，咁冇理由個個都走去做戲噶嘛，你要本身識先得噶嘛，係咪？咁展現自我啊、drama 呢啲咧，其實可以展現喺其他嘅範疇上面噶嘛。例如你返工原來你做 sales 嘅，浮誇啲，原來當時嘅趨勢係會更加容易接受，
咁你其實咧要喺你自己本身有嘅嘢裏邊去揾翻啱你嘅屬性去發揮，而唔係盲目跟風咁做一樣完全同你冇關係冇技能嘅嘢。簡單嚟講 technically 咧，占星最緊要唔係睇得多，而係睇得準。而揀得準嘅前提咧，就係你要知道自己本命盤同埋人生偏向乜嘢元素，係開創固定啊，定係變動呢？邊呢啲位最容易俾外行星觸發呢？所以下一段咧，我哋會正式帶你入實戰，用 technical 嘅技巧，例如睇點樣去睇整體命盤，而唔係逐粒行星咁樣睇呢。例如點樣分辨星群啦、搖搖板星盤啦、T-square 啊呢啲咁樣嘅技巧。點解真正 feel 到嘅永遠都係個人行星同埋其他嘅解讀技巧，同埋幾時先至叫到殺到埋身？